希望国家的领导人要把台湾的这条船，2300万人在船上，好好赛，驶入风向。这个风向就是顾经济、用民生、救产业、顾人民，对不对？我多不政治啊！不要再搞政治，全心全意迈向台湾要度过这个经济风暴，这个经济海啸，不然台湾的产业可能会淹没，人民在大海生活当中浮沉。再一次呼吁我们的国家领导人，拼经济，拼经济，拼经济，搁拼经济，顾人民，顾人民，顾人民，救产业，救产业，救产业。总统，欢迎你，谢谢。